各位老友，今日坐低同大家傾幾句心底話。其實呢，老祖宗留低嘅人生道理，足以應對我哋一生所有。難關天道有自己嘅規律，唔會因為你開心就偏私，亦唔會因為你難過就讓步。就好似落雨同日出都有佢哋嘅定時。你一時覺得前路漆黑，只係自己個心蒙蔽咗，光明從來都冇離開過。今日要提醒大家一句重中之重，踏入60歲，有3件事絕對唔好做。呢3條戒條唔係後人亂編，源頭係易經古訓，係天地萬物俾我哋晚年嘅提醒。好多長輩執迷不悟，成日鑽牛角尖，思前想後，無端端消耗自己嘅元氣，身體越來越虛，家宅運自身福氣亦一路走低。等到病痛堆埋先嚟醒覺，一切都無補於事。你可能覺得60歲之後最重要嘅嘢，第一係養生，第二係揾錢。養生係保住條命，揾錢係留條後路，兩者都好重要。但我要話俾你聽，如果你犯咗我今日講嘅呢3個大忌，你養生做得幾贏，真都冇用，你賺幾多錢都守唔住。點解？因為呢3個大忌直接消耗嘅唔係你嘅身體，唔係你嘅銀紙，而係你嘅元氣、你嘅心神、你成個人嘅氣場。元氣一散，百病水生；心神一亂，運勢全敗。你食幾多補品都補唔返，你睇幾多醫生都醫唔好。我見過太多例子，有啲人退休之前身體好好，精神奕奕，紅光滿面，點知退休之後3-5年，個人好似老咗10幾歲咁，你以為係自然老化。我話俾你聽，唔係，係因為佢哋犯咗呢3個大忌，將自己嘅陽氣一點一滴趕走，就好似一個木桶底下穿咗3個窿，你喺上面倒幾多水落去都係徒勞無功。你要做嘅唔係不停倒水，而係先將嗰3個窿封住。好，我而家就逐個同你哋講清楚呢3個大忌究竟係乜嘢，點解咁嚴重，同時你要點樣去避開聽嘅人，晚年一定會活得通透，活得健康，活得有福氣。唔聽嘅人，我亦都冇辦法，天道只道有緣人。第一個大忌就係一個爭字，爭面子，爭道理，爭口舌之快。你身邊有幾多60幾歲嘅人退休之後去茶樓飲茶，一邊傾偈一邊同老朋友爭面，講到面紅耳赤，甚至喺公園行路都會同人爭拗邊條路緊啲。有啲人覺得係小事，唔當一回事，但我話俾你聽，呢個爭字係60歲之後最毒嘅毒藥。經入面有一卦叫做星卦，星卦係乜嘢意思呢？星卦嘅卦上面坤卦，下面係巽卦。坤為地，巽為風，地在上，風在下，風要向上行，地要向下沉，兩個方向完全相反，永遠唔會交匯。呢個卦象話俾你聽，爭嘅本質就係背道而馳，你越爭，雙方就離得越遠。你以為自己贏咗，其實你失去嘅遠遠比你得到嘅多。嗰句卦詞講得好清楚，有剔、中吉、中凶，意思係話，就算你有道理，就算你講嘅嘢係啱嘅，你都應該適可而止，中途收手，甚至退一步。如果一路爭到底，一定係凶。呢個唔係邊個發明，而係幾千年前老祖宗觀察天道得出嚟嘅教訓。你諗60歲嘅人，陽氣已經開始走下坡。中醫經典《黃帝內經》話，陽氣者，若天與人失其所執，節受而不彰。你嘅陽氣就好似秋天嘅太陽，仲有光，仲有暖，但已經唔係夏天嗰種猛烈，你仲去爭，於用你最好嘅精氣神去打一場永遠都唔會贏嘅仗。你每戰一次，肝火就旺一次，肝火一旺，血壓就升，血壓一升，心臟就受罪。夜晚翻來覆去，眼光光，
等天光瞓到天老光都唔安寧，長期落去你嘅身體點可能好？我識得一個住喺西環嘅老伯，退休之前喺政府部門做到好高職位，成世人好要強，做嘢管人管物樣樣都要做到最好。但呢個要強嘅性格，退休之後完全冇變，反而因為冇咗工作寄託爭嘅對象，變咗身邊所有人去茶樓飲茶，同隔離台爭論時事，爭到面紅耳赤，去公園捉棋，輸咗就發脾氣，話人出千，同老婆相處日日都嘈，老婆去街市買條魚，佢嫌買錯，話應該買另一款，老婆煮飯鹹咗少少，佢可以由開飯一直屙到食完，搞到仔女每次翻去食飯未食完已經想走，因為成個屋企嘅氣氛好似壓咗塊大石咁，令人窒息。結果退休唔夠2年，佢就中風，好彩唔係太嚴重，但半邊身唔靈活，講嘢都唔太清楚。醫生話佢嘅情況同長期情緒激動、血壓控制得唔好有好大關係。佢瞓喺病床上面同我講，我一世爭贏咗所有人，最後輸咗俾自己嗰句說話，我聽完心裏面好唔舒服，但又覺得講得好啱。老子講過一句好出名嘅說話，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真正嘅強大唔係你爭贏所有人，而係你根本唔需要去爭。你唔爭，你嘅心就會靜，你嘅心一靜，你嘅氣場就會穩，你嘅氣場一穩，你身邊嘅人就會自然尊重你、親近你。呢個就係易經所講嘅德不孤，必有倫理嘅德行夠好，人自然就會嚟到你身邊。好彩嗰位老伯中風之後慢慢恢復，佢同我講，瞓喺病床上面呢段日子我諗通咗好多嘢，以前覺得冇嘢可以輸，樣樣都要爭，爭到就叫做有本事，而家我先明白唔爭先係真正嘅本事。後來佢變咗好多，去茶樓唔再同人爭鐵，人哋講乜佢就聽，笑笑口，去公園捉棋輸咗就笑一笑，話你叻你叻，對老婆溫和咗，唔再諸多挑剔，仔女都肯多啲翻屋企食飯，因為屋企嘅氣氛完全唔同晒。所以60歲之後記住呢句話，放低你嘅拳頭，甚至拖開你雙手，先至接得住福氣。你揸實拳頭乜都揸唔到。第二個大忌係一個貪字，60歲嘅人仲貪乜嘢呢？貪錢、貪股票市場搏多一鋪，貪多一層物業，貪人叫你做某種某像嗰種虛榮，表面上睇好似冇乜大不了，但喺天道角度嚟講，呢個係最容易出事嘅一個字。易經64卦入面有一卦叫做艮卦，艮卦係乜嘢意思？上面係艮卦，下面係坤卦。艮為山，坤為地，山附於地。呢一卦有5條陰牛，最頂得翻一條陽牛，話俾你聽，陰氣已經由下而上，將陽氣侵伐到淨，剩低最後一啖氣。呢個卦象話俾你聽一個非常重要嘅道理，當你嘅陽氣已經到咗衰退嘅階段，你仲不斷向外追求，不斷攞，就等於將你自己僅剩嘅家當都壓出去。60歲嘅人，天道嘅規律已經進入收藏嘅階段，春夏秋冬，你正正企喺秋冬之間嘅位置，秋天要收，冬天要藏，你要將一時嘅成果好好感受，將你嘅精氣神好好收藏起嚟，唔好再隨便散出去。你仲去向外追求，就等於冬天打開晒所有窗，將屋企最後嗰啲暖氣都放走，外面嘅寒風灌入嚟，你唔病就奇。我識得一個住喺觀塘嘅退休教師，姓李，李老師，成世人教書，人品好好，學生都好尊敬佢。退休嗰陣手頭有100幾10萬，唔算多，但夠用有突。按道理佢應該安安穩穩過日子，但退休之後佢唔知聽邊個講，
話啲錢擺喺銀行得嗰少少息，不如攞出嚟投資，一開始買少少基金，賺咗少少，後越買越多，越買越貪，收唔到手。有個學生介紹佢買一堆高息理財產品，話保證每年有10幾厘回報，佢一聽眼都紅埋，將大半嘅積蓄都擺晒入去，結果嗰間公司爆咗煲，佢啲錢凍過水，大半唔見咗。佢老婆知道之後，激到幾個禮拜唔同佢講嘢，佢自己都日日愁眉苦臉，見到我就好似含住泡淚咁。嗰日見到佢，我心裏面好唔忍心。我同佢講：李老師，你成日教人知足常樂，點解到自己身上就唔記得晒？佢沉默咗好耐，先至細細聲講一句：我就係想幫啲仔女留多啲。我聽完冇話到，因為喺好多老人家嘅心入面，嘆嘅出發點唔係為自己，而係為仔女。但呢個理由其實只係一個藉口，等自己個心好過啲，揾到一個合理嘅出口。你諗真啲，你啲仔女需要嘅唔係你嘅錢，而係你健健康康。你將自己嘅身體搞垮，仔女反而要分心過嚟照顧你，嗰啲先係真正嘅負擔。老子講過，何莫大於不知足？天道已經走到收藏嘅階段，你仲要逆勢而行，天道就會用佢自己嘅方式嚟警示你。呢個過程可能係一次投資失利，可能係一場突如其來嘅大病，也可能係一段關係嘅破裂，全部都係老天爺同你講：夠啦，收手啦，好好守住你已經有嘅嘢啦。李老師後來慢慢諗通咗，將剩低嘅錢全部擺喺最穩陣嘅地方，唔再掂任何投資。每日朝早喺屋企樓下花園行2個圈，中午同老婆一齊買餸煮飯，晏晝同幾個老街坊去涼亭捉棋。雖然簡單，但佢話俾我聽，呢種日子嘅踏實感覺比銀行戶口入面嘅數字更加值錢。呢個就係易經傾卦所講嘅有夫無咎。當你識得放手，你甚至可以遠害，甚至可以無咎。你以為你失去咗啲乜？其實你得到嘅係安寧，係健康，係你晚年最需要嘅嗰份內心篤定。儒家都話：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，靜靜而後能安。知道幾時應該停，你嘅心就會定，心定身體就會安，身安運氣就會好。呢個就係一環扣一環嘅道理，一步行好，後面所有嘢都會跟住好。所以60歲之後，第2個大忌就係要你記住，有得食，有得住身體，仲過得去仔女平平安安，你就已經係天底下最有福氣嘅人。你仲想要多啲，你已經有嘅嘢，比你追求緊嘅嘢珍貴100倍。第3個大忌就係一個怨字，呢個字最毒最陰。點解咁講？因為憎同聽你仲去向內嚟發泄，仲有啲行動力，但怨唔同，怨係向內嘅，就好似一條蟲蛀喺心入面，要你命，你都未必感覺到，你未必覺得每日嘅元氣喺度流失。等到你感覺到嘅時候，你嘅氣場已經暗到不見天日。怨乜嘢？怨命運不公，怨社會不公，怨仔女唔孝順，怨老伴唔體貼，怨朋友唔忠誠，怨自己後生時做錯決定。總之萬事萬物都可以怨。你有冇發覺有啲老人家，你同佢傾10分鐘偈，其中有8分鐘都係喺度抱怨，抱怨政府唔好，抱怨屋企人唔好，抱怨身體唔好。你聽完之後會覺得自己都好似俾人抽走咗少少精神。咁呢個唔係你嘅錯覺，而係真實發生嘅能量轉移。易經入面有一卦叫做好卦，好為水，上下2個含重重險含水，本來係流動嘅，有生命力嘅，但係被困住嘅水就變成一潭死水。你嘅怨氣就好似呢啲被困住嘅死水喺你嘅心入面，
越積越多，越積越臭。流動嘅水係清嘅，但死水就會滋生各種各樣嘅細菌。你嘅身體都係一樣，怨氣積喺心入面，氣血就會唔暢通，經絡就會堵塞，皮膚就會失養，睡眠就會紊亂，百病就會由此而生。中醫話勞傷肝，大家都知道，但好多人唔知道，換比勞更加傷心。勞係一陣，發完就散，但怨係長期嘅，日積月累，好似一把慢火，唔會一嘢燒死你，但會慢慢煎乾你。等到爆發嘅時候，你已經措手不及。我識得一個住喺黃大仙嘅老太太，姓張，今年70幾歲。佢後生時做工廠女工，辛辛苦苦面督大3個仔女，大仔去咗外國做嘢，細女雖然住附近，但忙到冇時間，成日過嚟。張老太日日一個人對住4面牆，覺得自己一世為仔女付出咁多，點解個個都走晒，冇人理佢？心裏面嘅怨氣越積越多。大女打電話翻嚟，佢就話：你咁耐都唔打過嚟嘅，係咪唔記得我啦？細女星期日過嚟探佢，佢就話：你平時去晒邊度？禮拜嗰日先出現，生日先記得。你聽下，句句說話都帶刺，好似針咁拮人。其實仔女唔係唔關心佢，但每次過嚟都要聽佢抱怨，戰釘地。仔女就越嚟越少，探佢打電話越嚟越少，張老太就覺得自己更加被冷落，怨氣就更加重。呢個就係一個惡性循環，你越怨，人就越疏遠，人越疏遠你就越怨，到最後你真係變成一個孤獨嘅人。後來佢身體出咗好大問題，先係胃痛，然後係濕疹，之後係嚴重失眠，長嗟短嘆，苦不堪言。去睇醫生，醫生話你嘅病一半係心病，你個心唔打開，食幾多藥都冇用。佢嘅鄰居係我一個朋友，將張老太嘅情況講俾我聽。我話俾我朋友聽，你同張老太講，你嘅怨氣就係將啲仔女趕走嘅真正原因。呢句話好似好殘忍，但有時真話就係咁。張老太聽完，沉默咗好耐，眼淚喺眼眶入面打轉，但之後佢慢慢開始改變。佢再打電話話俾仔女，將你幾時翻嚟，改為你翻工，辛唔辛苦啊？仔女翻嚟探佢，佢將抱怨改為讚賞，笑笑口問佢哋想食乜，跟住歡歡喜喜咁去街市買餸，煮一餐慢慢嘅仔女多咗翻屋企，電話都多咗。佢面色紅潤翻，濕疹好咗，瞓得好咗，成個人唔同晒。你睇下，放低怨氣嘅力量就係咁大。你以為你嘅怨氣係顛覆緊人，其實你由頭到尾都係顛覆緊自己。你放低咗，受益最大嘅人，正正就係你自己。易經嘅解卦講得好清楚，雷雨作，解君子，以赦過猶罪。解卦嘅意思係解開雷雨過後，天地之間嘅毒氣一掃而空，萬物重新生長。你心裏面嘅怨氣就係嗰啲烏雲，你唔放開，佢就永遠壓住你。你放開你嘅天空，就會重新放晴。論語都講過，攻自厚而薄責於人，則遠遠矣。你多啲要求自己，少啲責怪人，你自然就會遠離怨。呢個道理講起嚟容易，做起嚟好難。但你要知道，60歲之後，你剩低嘅時間同精力已經唔值得再花喺怨上面。你怨多一日，你就少活一日好日子。你嘅晚年有幾多日？你真係想將全部時間都浪費喺怨上面？講到呢度3個大忌，我已經講完憎、吞、怨嗰3個字，每個都唔複雜，每個都寫得清清楚楚，但偏偏就係呢3個簡單單嘅字，困擾住無數老人家嘅晚年。你犯咗憎，你嘅肝火就旺；你犯咗氹，你嘅心神就散；你犯咗怨，你嘅親情就奪3個大忌。任何一個都可以將你嘅晚年
搞到一塌糊塗。但反過嚟講，如果你可以做到唔爭唔吞唔怨，你嘅日子就一定會越過越好，你嘅心就會知足常樂，你嘅氣場就會祥和通暢。呢個就係易經所講嘅元亨最吉祥最通達嘅狀態。你可能會話，你講嘅道理個個都識講，但我做唔到。我話俾你聽，做唔到嘅原因只有一個，就係你從未真正痛過。等你真正因為爭而激到病過一次，因為疼而輸過一次，因為怨而失去過一段關係，你自然就會捨得放手。但我希望你唔需要等到嗰一日，我希望你聽完今日呢番說話之後，可以提早覺醒，趁自己身體仲可以嘅時候，將呢3個大忌統統戒掉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，好多人聽完道理之後，第一個反應係愧疚，覺得自己一世人都係咁爭咁吞咁怨，而家先嚟改會唔會太遲？我話俾你聽，永遠都唔會太遲，只有你有心，只有你好轉頭，只有你好得唔算睇樣，你隨時都可以重新開始。天道從來都唔會放棄任何一個願意改變嘅人。你今日聽完呢番話，如果心裏面有觸動，就即刻開始行動。大嘅改變由一件小事開始，就得下次同人意見不合嘅時候，你笑一笑，唔好出聲。下次見到乜都想買嘅時候，你停一停，問下自己係咪真係需要。下次想講抱怨說話嘅時候，你收一收，換一句讚美嘅說話出嚟。一日一件小事，一個月之後，你就會發現自己成個人都唔同晒。你嘅面色會好，你嘅睡眠會改善，你身邊嘅人會開始親近你。呢個就係天道俾你嘅回報。請你將呢番話分享俾你身邊嘅兄弟姐妹、老朋友，等大家一齊戒掉呢3個大忌。你幫到一個人，你嘅功德就加1分，你嘅功德越厚，你嘅福報就越旺。易經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記住60歲之後修好不爭不氹不怨呢6個字，你一定會活得通透，好多健康，好多有滋有味。祝各位虎壽雙全，安樂確寧。